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12月2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48篇，以赛亚书第49章13节到23节，马太福音第18章第1节到1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最微小的，或是说最微不足道的。人之所以会争，其实都是因为呢太看重自己，过于所当看的。人们通常是高估了自己，太看得起自己，或者是说人们总是以为自己是最重要的人物。正如同耶稣的门徒也是这样子，他们彼此争论谁是比较大的，甚至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也告诉我们，这些门徒们在争论将来在天国里面谁是最伟大的。哇，这是非常夸张的作为啊！能不能进天国是第一个问题啊，再来天国是谁的又是另外一个议题。狂论你还要争谁是最伟大的，还差得很远。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谦卑自己，看别人比自己强，然后彼此尊重，也尊重体制的话，那么纷争就不容易出现，不是吗？保罗在给罗马教会的书信里面，他这样提到，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既然上帝这样怜恤我们，我劝你们把自己当作活活的祭物献给上帝，专心侍奉他，蒙他喜悦，这就是你们应当献上的真实敬拜。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，要让上帝改造你们，更新你们的心思意念，好明察什么是他的旨意，知道什么是良善、完全、可蒙喜悦的。凭着上帝给我们的恩惠，我要对你们各位说，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，倒要谦恭自守，个人按照上帝所赐给他的信心来衡量自己。这是记载在罗马书第12章第1节到第3节的经文。事实上，人不但是不伟大，而且我们还是需要上帝的怜悯，需要上帝的帮助，需要上帝的保守。就如同以色列人因为他们背离了上帝而被掳，他们的生活顿时进入了困境，他们也因为骄傲、自高自大而失去了上帝的保守，也因为如此就遭受困难，然后哭哭啼啼的。上帝就差遣先知来提醒以色列人说，上帝不会撇下他们。以赛亚先知这样说道，诸天要歌唱，大地要欢呼，群山要大声颂扬，因为上主要安慰他的子民，要怜悯他受苦的子民。但是耶路撒冷的居民说，上主已经遗弃我们，我们的主已经忘了我们。因此上主回答，
母亲会忘记她吃奶的婴儿吗？她会不爱亲生的儿子吗？纵使母亲忘记自己的孩子，我也不会忘记你。耶路撒冷啊，我绝不会忘记你。我把你的名字刻在手心上，要重建你的人快要来了，要毁灭你的人快要离开了。举目观看你周围所发生的事，你的同胞已经集合，他们要回老家来了。我指着我的生命保证，你会以自己的同胞为荣，正像新娘夸耀她的珠宝。人不但要明白，不可自高，不要骄傲，应当谦卑靠主。主必定要保守诚心信靠他的人，必要看顾软弱者。只要人们不会去逞强，不要自以为伟大，因为先知以赛亚也这样的告诉以色列人说，列国的君王要做儿女的养父，他们的王后要做你孩子的奶妈，他们要在你的面前跪拜，舔你脚上的灰尘。那时候你就知道我是上主，等候我帮助的人绝不失望。谁是最伟大的？保罗在劝勉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就是这样提到，你们当中有人说我是保罗的人，也有人说我是亚波罗的人，这样你们跟属世的人有什么不同呢？到底亚波罗算什么？保罗算什么？我们只不过是上帝的仆人，要引导你们归信上帝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按照主所分派的工作去做。我栽种，亚波罗浇灌，可是使它生长的却是上帝。栽种和浇灌的都算不了什么，一切在于使它生长的上帝。栽种的和浇灌的没有什么差别。上帝会按照每一个人的工作酬报他。我们是上帝的同工，你们是上帝的园地，你们也是上帝的建筑物。这是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4节到第9节。耶稣基督对门徒的提问颇有意见，他就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除非你们回转，变成像小孩子一样，你们绝不能成为天国的子民。像这样的小孩子的谦卑，在天国里就是最伟大的。为了我而接待一个小孩子，就是接待我。所以要谦卑，要像小孩子一样，要接待那最小的、最微不足道的。这样的人必须要能够谦卑，因为高傲的人看不起软弱渺小的人。耶稣基督还提醒门徒们说，要重视那一些微不足道的人，甚至要非常的小心。他告诉门徒们说，无论谁使信徒当中一位微不足道的人离弃我，倒不如用大磨石拴在他的脖子上，把他淹死在深海。这世界竟有人离弃我的事，那么悲惨啊！这样的事固然会发生，但是那造成这种事的人要遭殃了。耶稣基督再度的强调，不可看轻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人，因为这样才是一个忠心的仆人。
这样的人不会去争论谁是最伟大的，因为从上帝的眼光来看，那是最伟大的，就是愿意与微不足道的人同在同行，因为上帝就是这样在看待在乎那些微不足道的人。圣经说，同样的，你们的天父不愿意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迷失。所以成为上帝的仆人，我们也要追求与上帝相同的本质才是。诗篇148篇，要赞美上主，你们要从天上颂赞上主，要在高天颂赞他。他的众天使啊，你们要颂赞他；他的众天使啊，你们要颂赞他。太阳啊，月亮啊，要颂赞他；闪耀的星辰啊，要颂赞他；天上的诸天啊，要颂赞他；天上的众水啊，要颂赞他。愿万象都颂赞上主的名。他一命令，一切就造成，各有固定的位置，永不改变。他的命令谁都不能违背。海怪啊，深渊啊，闪电、冰雹、雪和云雾啊，遵行命令的大风啊，要从地上颂赞上主。大山小山啊，果树森林啊，野兽牲畜啊，昆虫飞禽啊，你们都要颂赞他。君王啊，万民啊，公侯啊，一切掌权者啊，少年人啊，少女啊，老年人啊，孩童啊，你们都要颂赞他。愿他们都颂赞上主的名，唯有他的名被尊崇，他的荣耀超越天地。他使他的子民强盛，因此他忠贞的子民以色列，所有他亲爱的子民都要颂赞他，要赞美上主。感谢赞美上帝的怜悯，虽然我们是微不足道的，但是主仍然看重我们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明白并谦卑的服侍主、爱人，特别是对待那一些我们或是人们认为不足道的人们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